黃毓民議員，多謝主席。嗱，我哋覺得呢一個諮詢呢，就必然係一個假諮詢嚟嘅。你三位呢，就有機會落地獄嘅，我話俾你聽。香港嘅民主進程就會葬送喺你三位手裏邊。如果你講到自己咁巴閉嘅話，係咪？第19層係嘛？你係落緊地獄啊！你三條友。唔好個人攻擊好嘛？係黃毓民議員。《水滸傳》有一句，叫做你這個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。喬曉陽就係共產黨嘅奴才，李飛係共產黨嘅奴才。你今日做李飛同埋喬曉陽嘅奴才啦。黃毓民議員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請你講翻個諮詢文件嘅內容，唔好作個人攻擊。兩個 AO， 一個律師，你識咩政治啫？係咪？你基本上就係共產黨嘅工具，係咪？兩個 AO， 一個律師，你識咩政治啊你？我話俾你聽，公民提名唔得，咩叫機構提名？就45條有講，咁你都噏得出，係咪？哦，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提名，咁我就叫做機構提名啦。咁你都解得出？林鄭月娥，你做 AO 出身技術官僚，你而家擔負呢個政治任務，就準備落地獄。我話俾你聽，因為你個生安白造、禮橫節曲、斷章取義。嗱，你如果我話俾香港，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條路嘅，唔係掟你雞蛋啊，就嚟掟你汽油彈啊！我話俾你聽，林鄭月娥，唔好以為好得意啊！而家香港呢個困局，嗱，黃毓民議員，你唔好再講一啲恐嚇性嘅言辭嚇。如果係咁咧，我係唔俾你發言嘅。我話俾你聽，呢一個政改就一定係一個假諮詢，香港人要睜亮眼睛。泛民主派亦都唔好有得入閘就屎都食，有冇篩選，你都要堅持嗰個公民提名，冇得傾。由香港人去提名一個候選人出嚟，或者3個，或者4個，就唔係有得入閘屎都食。冇得傾，基本法可以推倒重來，全民制憲，重新立約。香港係需要搞革命嘅而家就睇香港人啫。香港人如果繼續做鵪鶉，咪任你哋擺佈咯，好簡單嘅啫。我哋會不斷落街去宣揚呢個政改係假諮詢，共產黨一黨專政底下揾你呢班咁嘅工具，揾你啲奴才嘅奴才嚟做諮詢，到最後個局都係梗㗎啦，擺好晒喺度嘅。全部預存立場嘅，睇份諮詢文件，全部有預存立場，冇得討論嘅，然後話有得討論，呢啲就係咪欺世盜名呢？係咪呃細路呢？係咪欺騙香港人呢？你唔使擰頭啊，林鄭月娥，你哋落緊地獄都得。講完，係，我已經警告咗佢，得啦，我會處理。下一位，黃碧雲議員。地獄好貴㗎，冇俾佢錢啊！梁英落地獄，你哋都落地獄。黃毓民議員，唔該你守秩序，係。跟住黃碧雲議員。